前2年，因为大家来了解到了福建沙县嘅剪头戏，呢个传统艺术失传30年，但是由于请老艺人大饼，将慢慢嘅重新请到进来。呢下当地未同3万嘅来保存同推广，唔但有专门培养4演员嘅幼稚园，未成立发展剪头戏传承还有保护中心，请秋天嘅来请呢个演员，还有做地草嘅体人。那最近几年来，剪头戏接着受到邀请去到各地表演，但是今年唔可以因之安呢是满意咧，也传承同保护中心各个期待，未来世界实看到嚟剪头戏。打造幼稚園嘅小朋友忘記精神嘅田地線上做操，動有法律嘅展開英語嘅學習，也係啲沙縣相關嘅西門幼稚園。唔單將係代替清太縣嘅私立幼稚園，咪係也係唯一培養剪頭戲4演員嘅重要素材。就從2005年開始，我們學校就成立了肩膀戲小演員培訓基地。就有掛牌了，然後就從那時候我就是擔任那邊的底座老師，也兼那個輔導老師，還有服裝道具師。我的責任就是說，要把我們的小朋友一批一批的接上去。一對木族研究員為盡用嘅嘢寫開拓，5歲開始練剪頭戲，對條蛤蟆、夾蝦伯都一下힘嘟嘟位。天天要定義一個字，動出只俾個做剪頭戲，唔單唱動沙皮，個家人還可以到基地天使紅演出。怎麼會想要來演肩膀戲啊？是我想上電視所以才參加的，就是我去了之後上電視，然後就可以放給爸爸媽媽聽了。我講台詞每次都會講大聲的，就是。我是男生，我很聰明。不同哥，你瞧那是誰家的牛啊？我的在哪兒呢？在那。呢度嘅晚上，4歲嘅前面，人能來寫開拓，當初佢哋參加演出，一位做一位唱，空空都當參與，就連戲活未配到納俗。沙縣建內嘅剪頭戲，有心人士用心去做，天天呢要留意這個發展起來。家中嘅觀念未以為改變，也想嘅喊下到位小朋友加入嚟做剪頭戲。小朋友比較喜歡嘛，他看好多小朋友演啦，也很喜歡，也很想上啊。然後剛好我也比較有空，再我就陪寶寶一起來練啊。現在感覺自己也比較適合做底座，剛好兄妹一起啦，小孩子也是一起讀書，就一起來練了，有伴嘛，剛好練。是我女兒她自己比較有興趣愛好，所以我們家長就配合。那應該說我們女兒平時跟我們就已經就是說感情很好。我們知道就是說孩子嘛，你除了賺錢之外，應該有更多的時間陪孩子，才會之間相互感情才會比較深。所以我們平時感情就比較好。爸爸剝橘子給你吃。那你看要不要多一件啊？剪頭戲唔同啲嘢也強減嘅親子感情。就算4演員同做底座嘅人唔係親子關係，也強下做到獨調達，強有未表現到當順從當向而看，安尼咪就唔會抹睇當時18嘅民間老演員，當初佢呢想要同剪頭戲再個發展起來，先做嘅想法。抗日戰爭以後，勝利以後，慢慢的肩膀戲就沒有了。解放初期有一下，以後就沒有了。文化大革命以後，資料都沒有了。當初佢呢去簽去救剪頭戲，一群老演員對34年前開始都有決心要前進剪頭戲，對整理戲服、對剪頭訓練，一直到今日文化創嘅盼照，老蒙人才、蒙人家嘅祈求藝術。一時的傾倒進來。我們這個沙縣城關辦了一個老人協會，所以他們想起來，
哎呀，我们过去那个时候，他们都有演过金榜戏，有的甚至自己有去参加砍过，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要去找资料，要学金榜戏，那就把他以前回忆的、做过的，先拿来排练。79年的上街演出，那个时候哇，打响第1炮，从那个以后，哎呀，大家干劲很十足了。沙燕的剪头戏本来将係天福巷嘅一個傳統藝術，不過現在無人表演，古數色彩，也大家3萬毛幾潛到進來，有小朋友嘅精彩演出，例如後生人係進來接，老人家每人進來也了好大嘅記憶。未來也了更加希望會企上國際嘅舞台，持續地發揚也好剪頭巷嘅藝術魅力。以上就係記者來講20世紀對福建沙燕嘅採訪報道。剪頭戲嘅表演內容還有形式是講係千變萬化，睇睇時代改變，演出嘅劇目、台詞還有衫褲做件重新，能夠做到更加優秀。甚至開始訓練新演員條件較高難度嘅動作，增加精彩度。聽講人哋會繼續嘅探討，要百年歷史嘅剪頭戲，完全聽到時代。另外一套延續傳統之外，預選是重新同做改變。